今日来甲恁介绍这款河南嘅特色美食，咁名叫做菜蛉。來，依隻款嚟食吼，香頭非常之好。你這隻刀呢是425克，你迄度總共有5條。來，我這個做頭有一包葱碎多隻吼，你度一條一條至晒安那。你這個你度來吹也好，來烙也好，咁非常之好食。我這個你度來做遐幾個烙有5條到這個至晒5條至晒吼。來，我哩釀食遐支芳啊吼，我做兩顆薑個安那，你只脆也好食，薑也好食，一條就是這啥，來只非常之好食。迄度炒啊那長竹個，我乜去加落去，好，伊迄度啊吼就是包出來間紅椒、雞卵、韭菜、歐芒子、甲紅菜頭這啥，來。要老炒配料就是全部就是人熱先攞只只炒末個傳工整個這三做啲，來了安尼來只吼，就是安尼醬個吼，就是外半酥內半哩芳，口感特別剛好就是，非常之好食，貴加芳，你個韭菜味吼，特別剛好食個，好食咯。迄個炒紅椒啊吼，來只是也吼，咱濃這啥，貴加好食個，這個吼。前面幾站啊來醬，是誒吼，醬了就安尼來食安尼，貴較好食，啊是一三頓來，啊是啲唔知佇家裡頭咯，解落落條只間啊來食，落就貴半話，貴較芳個，貴較好食，來用唔貴，咁頭咯，一包安尼吼，對5條，你能買3包，你話3包只遐幾29個夠定，你若是買3包，攞來做29個夠。你若是買5包，我就買5包，加這包葱脆啊那，加醬料多隻5包只39個夠定。你每一包好就是就好5條個這啥，5包好食好貴，好片，主要就是那口感非常之好食。伊一條這啥，這實是過好食，這個脆也好，你就烙也好，最後就是烙了咯。口感因為你酥內半哩芳，這實是過較好食個。你說200隻，該買單去試團。你買就買3袋就好，唔免大仔買5袋去試團，食啲好食，好食來買，這就是袂冇食個，你買過冇食，訂一個無？